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本嘅《福喜女女》嘅节目。今日大家咧小解一种嘅亲命，会系乜嘅东西咧？专门系同人要让你照顾狗，让你照顾鸟。嘛意思咧系讲啊，你要出去加礼拜，来讲你为到做事，冇法度好好咧照顾我下嘅狗，然后鸟儿。记得我哋做咩专門系同人要讓你嚟照顧哦。非常嘅有故事啊，非常嘅有內容哦。嘅家樂分享你今屆裏邊一開始咧繞牆開始，你嘅睇嘅裏邊貝爾分享。大家好，我是貝爾，佢係花卷。哇，歡迎貝爾啦，花卷，等等一下哈。睇你咧繞牆係因為人外一屆裏邊佢係好哩分享。大家好，我是好哩，一個田姐。耶，歡迎田姐。所以我們今天的攝影棚楊旁可以說是4位來賓。對，然後呢，我想焦點會一直不小心在這2位身上，對不對？花卷2歲，快2歲，不2歲，從貓。田姐其實比較年紀大了，她16歲，16歲嘞。哇哦，那他們2個平常有住在一起嗎？貓，对，他是住我們家，然後田姐是我們的鄰居，但是也是我們照顧的家庭，是，所以平常大家都好朋友出醜的，對對對。哦，所以你看到記得兩個人，今日來到節目地圖，還當大記得我下改，我們說我們的狗狗家人一起來到這邊來，讓觀眾朋友來見面。我們先來直接進入我們的主題，所以2位是寵物保姆，對不對？好，那我們來。講一下你自己有幾位毛小孩先？你有幾多？我們是一起養2隻貓跟1隻狗。哦，然後它是有2個貓姐姐，一個是很嚴肅的妙妙，三花貓。OK，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姐姐是黑白賓士貓，哦，它很可愛。是，其實我很想要闢一集《福氣來了》，專門講貓跟狗的相處。因為愛讀在那個短視頻裡面，像一些短那個像什麼 short 那種裡面，會看到很多貓貓跟狗狗是如何相處的，我覺得很有趣。哎，你行你是長來講兩個主題，基本上來講寵物保姆哈，我們是不是可以簡單跟大家講一下，寵物保姆到底做些什麼事情，都在做嘛個事情？寵物保姆就是當他們的主人不在家的時候，我們去他們家裡，就是陪伴他們的動物，跟他們玩，或是摸摸。哦，那主要就是餵他們吃飯，是跟清理他們的廁所，是，然後其他就是看一下家裡有沒有。就是狗狗或是貓貓有弄亂或是打破東西，哎，那如果看到打破東西怎麼辦？會有掃起來，對對，危險的會先清理這樣子。OK， 會拍照嗎？會拍照，會拍照回報。好，所以現在這個職業，我必須要承認，就是我主持福氣來了俺豆年嘞，體積白少改安勇改職業，所以現在這個是需求量很大嘛？算大，對，現在養動物的人比較多，那他們可能出差或是去工作，離開家比較多天，出國玩，對，所以你們就是可能每天去一趟這樣子。看他們家的需求，有的人可能想要餵早上晚上，那有的人可能1天只要去1次，那有的人可能2天去1次，這樣子。OK， 所以簡單來講，意思是講你都不哈，你冇法度照顧狗，冇法度照顧鳥，家裡也找不到親人幫你照顧，你只走得清2感應，2感應就會很溫柔的，系統也不哈，可能也照心體啊，中午去還是下午去，然後你的需求是什麼都可以告訴他。對，那我問一下，當你們第一次去到人家裡的那個狗狗的時候，對不對？你們2個之於他們來講，就是很陌生人呢。對，因為像我如果去朋友的家，朋友家如果有養狗，我至於他就是陌生人，他有些狗很怕生，他搞不好是會對我驚恨，對，還是會起頭，好像很侵犯他。可是你們去到人家的家裡，他會看啊，怎麼有2個陌生人？我的爸爸媽媽不在家，你們還來？對，那怎麼辦？所以我們在服務之前會做一個家訪的動作，就是有點像老師到家裡做家庭訪問，就是念國小的時候又在家庭訪問，係嗎？對對對，先去認識動物，然後認識他們的照顧方式跟家裡的環境，然後要怎麼跟他們相處會比較好。然後同時也是讓動物認識我們。可他看你一次，他就認識了嗎？對，我們就會跟他們說，我們是保姆，那我們之後會來照顧你。趕快看我長這樣哦，是這樣嗎？看我長這樣。對，他會不會說你衣服穿不一樣？
还好，味道应该还是差不多。OK， 哦，味道，对，味道差不多，他们会记住。对。然后我们之前有遇过一个狗狗，它是比较胆小的，就是我们一开门，而且它是中大型犬。哈，我们一开门，它就开始吠我们。哦，然后我们就跟它，可是吠你们感觉上是很勇敢的。它就是它竟然吠你们，对，它太害怕了，先叫，它就会先吠，然后我们就会叫它的名字，我们就会说谁，然后我们它就会吓一跳，你怎么认识我？对，我们说我们是保姆，我们是保姆这样子，对，哇，那我这一招用在我身上可以吗？比如说我一进去之后，它一吠，我就会说小明，假设它叫小明，我说小明是我，是姐姐，这样可以吗？也是有可能有用。你是觉得我很胡闹哈？对不起，我们认真一点。OK， 所以这是第一次接触会有这样的一个状态。对，所以其实真的就是看那些家长们何时需要你们，对，然后跟你们做客制化的讨论。对，那不外乎当然就是你刚刚讲的嘛，启动戏呀，对不对？清理大便啊，或是陪他们玩这样子，提供人类的安慰。对，狗狗会需要陪玩吗？会，有的狗狗很需要陪，像它，就是很需要陪玩。OK， 猫咪很需要陪玩，猫咪真的也很需要，因为他们就是主人不在家，他们其实就有点像是24小时都没有人在家，alone。对，然后平常是主人在家嘛，但是突然就是人一不在，他们就会觉得很无聊。或者是会很紧张，想说怎么没有人？对，他们不是就会负责自己在家里玩吗？把卫生纸咬烂、沙发咬烂就好了。就开始捣蛋，导弹，那是导弹。OK， 好哦，你家下有问到提起白话也是这记得要先做家庭嘅服務，市場學狗嘅線上要先到去家庭來了解你吼。所以了大家談起到咧打嘴句時，也看到當到嘅相片，係記到去到當到嘅家庭用，因為照顧記到嘅狗，非常嘅生氣。我手上咧有一條紙，非常的令我震撼。兩條紙就是你們去做第一次的家訪，會做記錄。這個太多了，大家你先看一下，你看一下這個，記到錦溪就是去做家訪，我們這個是寫得密密麻麻的，好，所以你們也是真心，你們也是真心真意在跟別人相處，吼，對，然後這個為什麼這一個家訪，為什麼這個家訪的標籤這麼多？這個是他媽媽每一次照顧都會不太一樣的需求，就是他會一直依照小孩的習慣，然後去調整飲食，或是說他喜歡什麼，他不喜歡什麼，然後有什麼新的零食，然後都會跟我們講，我們就會一直更改、更新記錄這樣子，補充資料。那如果是這樣的話，這個算是你們常常去的家庭，對不對？對，因為才會知道這個資料的更新從哦。對。那你都會講起到動豆白狗，會不會就變成跟他們是好朋友了？我說是跟狗狗，不是跟家人，不是跟爸爸媽媽，跟動物會比較熟。OK。所以如果照顧那個家庭很久，也會覺得看到那個狗狗的成長，會不會？會，或是到老，一起變老。你們兩個從事這個職業多久了？大概4年。4年。對。OK。哇，所以大家昨天看到吼，你係記得提起白去做家庭服務嘅時間是咪有？你看非常的細心，會做動作嘅記錄，那不大家講 OK， 所以其實家屬也會非常的安心，對不對？因為會覺得說哇，你們真的很用心這樣。那我來問一下，請問一下，你們去做這麼多的家訪，我們剛才有講到，因為了解你嘅狗，你嘅貓，你好心嘛嘅，你嘅生活嘅習慣係嘛嘅，你覺得最重要了解什麼部分？吃喝一定要嘛，對不對？你都起到最重要的，你們這個職業你一進去，你覺得那個最重要的了解是哪部分？不喜歡什麼？可以舉例嗎？像是有的狗或是貓，它可能不喜歡人家觸碰到它哪裡，可能不喜歡摸到肚子啊，或者是不喜歡摸到頭，或是屁股，或是手腳這樣。或是他們吃什麼東西會過敏我們就要避免。對，可是根據一般的統計，就是你在看款田系來看，溫重改世界基本下，比如說貓貓特別喜歡你摸它哪裡，狗狗特別喜歡你摸它，但是這是一個通則。可是它最喜歡被摸的那個地方，不一定每一隻狗都喜歡被摸。對。因為像我們就會摸頭啊，對不對？啊，你好可愛，摸頭。可是也許又都給我不喜歡摸頭。或是摸到背，它可能會不舒服，
就可能那你们有遇到很怪特殊的吗？就是绝对不可以摸哪里，或是就是猫吧，它就是可能摸一摸很正常，然后你突然摸到它的屁股，或是它就突然快要碰到肚子了，它就突然想要过来咬你。哇，OK，你就知道哦，真的很不喜欢，真的很不喜欢。对，好，那你们一次去大概都待多久？大概40分钟到1个小时，就是看他们家庭状况。那会不会你要离开的时候他们舍不得？不要走，莫走，莫走。有时候会就是觉得太可爱了，就一直跟他玩，一直摸，一直跟他玩这样子。OK， 对，OK。那有没有那种就是好了没？你们2个可以走了？哎，也是有，真的吗？真的吗？好了，走得转去的，我基本一拿嘞。我还有动性乞丐故事，然后听说第一个事情你聊下，等下张总来讲。今日绕墙岛嘅係貝爾撈好利咧，然後大家都小概嘛嘅係寵物保姆哈，所以你看到兩頭，你看一下貝爾這個手上的花卷已經不知道去哪裡玩了，對不對？記得底下讀，你感覺讓旁跑來跑去。那我們剛才說到，就是說，比如講你的照顧是30分鐘讀40分鐘，如果所以如果會有超時的問題嗎？會，我們就是有遇過，我們時間差不多了，可是貓貓突然跑到它的房間，然後叫我們，就是叫保姆進去再陪它玩然後我們就說好，再陪你玩一下。对你没有说我今天只能照顾你40分钟，再玩下去的话，可能要跟你的爸爸妈妈收费喽，这样子。可以再多玩一下下哦，再玩一下我们家久了。只能找个让你搞10分钟哦，对不对？所以你们现在服务的区域大部分都在马盖 Key Bay， 在主要是淡水区域。OK， 比较近，因为你们大概也在那附近，对不对？对，因为如果就是车程太远的话，会比较没有办法接这么多家。我懂。因为比如说我要照顾花卷，係3點到4點，可能你如果比较近，我2點出發就可以了，對不對？如果你很遠，就沒有辦法這樣子。OK， 你們2個是一起出動嗎？沒有，不一定。假设今天当天要接的家庭比较多，那我们可能就会分开行动。那或者是说这个家庭他家动物数可能有5、6只猫，那我们就会希望说每一只猫都可以玩到，就会变成我们2个一起去到府。那这样价钱是算2倍吗？没有，是算一很划算呢。那工作如何分配你们2个？像我的话，我就是负责食物的部分。OK， 对，然后贝尔就是负责玩，然后铲沙，对，然后我们就是互相会配合说，你玩的差不多了，那我食物也准备好了，那我就会跟他交换，然后他就去铲沙这样子，然后我就继续再跟猫玩或是狗玩这样。为什么我会觉得你会比较讨喜？因为如果我是狗狗的话，我会觉得哇，你一来我就知道有东西可以吃，然后你准备好之后，你又陪我玩，你就是公主啊，你就是我心目中的天使啊，不要用猫。然后这个就是会说先玩一玩之后，好可怜哦，就去清厕所。因为我们的客群不同什么意思？它比较会容易吸引，好比说比较像直男的动物。的猫或是狗，这太有趣了，然后呢？就是可能贝尔跟那只猫猫相处，但它就是猫咪就还好。那我去跟它相处之后啊，它就是可以给我摸，或是吃我手上拿的东西。这样我会吃醋没有关系，动物开心重要。那你比较吸引的是直男以外的系列，太有趣了，真的吗？对。因为我们如果也要分开行动，我们就说，他比较喜欢你那里去那里啊，他比较喜欢我去那里这样。所以他们也是会选择他们自己很喜欢的那个气味，对不对？那种合不合得来这样子。对。好，那你该还有讲到，比如讲你系统你给摸它又给又咬，是照顾上不一样的，体力也会落差很大。差很多，像狗狗的话，真的要睡很饱，
充满体力的去，因为有的狗狗它是一定要去外面散步，然后上厕所，它们就变成要有点消耗它们的体力。哦，对，那猫咪的话，那主要大概就是在家里玩就可以了。啊，对，你们会有比较喜欢照顾猫还是照顾狗吗？照顾猫可能会觉得比较在工作上来说比较没那么压力轻松，走这样狗猫。猫咪会比较没有那么的有压力，因为狗狗出去外面，它是变成会有风险，安全对安全跟风险，所以对我们来说心理压力也会比较大一点。哦，该你都去照顾，我应该给我。你好，会照顾小型犬还是大型犬？我问的真的很细，小型犬真的会比较轻松，因为你刚说体力呀，黑对对公一东要不他们家是一只大狗，你知道大狗吃很它们就会扑上来，对，然后你就会我会跟它很小心的不被扑倒。然哼，后也要穿长裤，不然就是会一直被脚会一直被抓。哦，OK，然后而且他们如果去外面的话，也不是走个200公尺就好嘞，记得可能行动然，怎么？大概5到10分钟啊。对，然后他们如果变也会比较量大。对对对。那照顾大型犬有加收钱吗？还没有哦，只有出去外面出去的遛狗的钱。好，你看，因为我就很务实的问都好有该问题。OK， 所以这真的是体力上面的区别哈。对，像你们现场，你看啊，你就可以，你看龙感应带这个田姐跟卷来填充，是会感觉到这2只狗狗性格就完全不一样。当然是因为一个年轻，一个年纪比较大，对，但性格也落差很大。对他们性格本身，这个就是活泼，然后田姐就是比较沉稳一点，喜欢在人身上，很喜欢。卷，你比较活泼吗？你是不是比较活泼？那你要这个吗？你有俩吗？你躺得些哈嘎法吗？讲客家话他可以吗？他从小比较没有在听客家话，所以讲哈嘎法好怎么的啊？好啦，对不起，好，你要学习客家话啊。好吗？对，我们会走的吗？走的吗？走的，走的。好，他有听一些走的了哈。好，这个就是性格真的不一样，所以你们其实服务的对象也有时候去到人家家里，因为你们刚好像有提到说，如果说不好改鸟啊的给我，如果不小心把东西打破了，你还要挺修了去庆什么？这是什么意思？为什么玩一玩之后又回到这个贝尔的身上这么撒娇？想要讨抱抱啊！你看他这个样子，真的是好。对，回到我们的题目，所以你们其实还会帮那个家的主人，比如浇花是吗？对，会浇花，因为他们如果出国很多天的话，啊，对。植物会干枯，臭，所以会同步走2天事情。对，或者是喂鱼啊，或是看他们还有什么其他动物这样子。因为有些会有猫猫跟兔子一起养，那它的兔子就会需要出来放风，就让它出来走一下，然后再回去这样子。我想问一下，你们从事这个工作，我们常常都觉得照顾猫狗当然是很辛苦，动辛苦改事情，因为不是只有陪玩而已。对，那当然跟他们玩，你会觉得他们带给我们心灵很大的一种疗愈。可是我也会觉得，除了你疗愈他们，你陪他们玩，我觉得他们好像也疗愈了你，对吗？对，就是看到他们就觉得啊，好可爱哦，怎么会这么可爱这样子？那说说为什么当时会开始从事这个职业呢？因为当初我们其实是去上了动物沟通，然后上完之后就是有听说宠物保姆这个职业，然后我们那时候就想说，好像可以做跟动物相关的工作，因为我们就是很喜欢动物这样子。就这样，对，然后就开始了，就是后来就是有去上一些跟动物有关的课程，就是像兽医会开一些课程，那要注意一些什么东西，我们就先去上课程开始。OK， 也有一个原因是因为他家的一只三花猫姐姐，她就是在小年夜的时候就突然发烧。生病，然后还好隔天是有医院可以看的，然后之后我们就觉得就是有些动物在家里其实也是需要有人去看一下，不然这样它如果突然发生一些事情的话，这样没有办法及时处理。
因为之前就是会听说有人会准备好食物、水啊、沙盆，他们出门3、4天，然后就是动物自己在家里。那我们后来就觉得，这样子好像有点危险，就是动物不知道在家里会发生什么事。我那期都会不安心呢。对，黑公你也出门上行医，我觉得一定要找宠物保姆就是每一天去巡一下也好。对，看一下他今天还好吗？安永美猴哦，真的，所以就这样子就开始了安永改职业，对不对？对。这中间当然你大家想改很简单啦，记得还有受过动都改训练，咱有办法办法系统应该不下做，你讲宠物保姆安永改投入吼，你讲到动简单哦，本期是动系啦、照顾机啦，然后去清偏手啦，还冇让去搞，所以这中间不只是这样，它其实是一个很专业的一个部分。对，我们会就是一到他们家会注意动物有没有不对劲，就是身体上有没有不舒服，或是它心情上怎么样。因为猫咪很容易就是主人不在家，那它会觉得很紧张，那它们可能会容易出现血尿或者是尿不出来的状况。是，对啊，到时候这种时候就要送医院。对，比较危险。好，其实还有动都有意思嘅内容，然后大家来分享，大家先聊下，你等下就再讲。东方宇宙的绕墙岛贝尔拉后里乐的节目地图，然后大家来分享，用因做一个宠物保姆，对不对？其实有动物嘅问题做得了，记得有得打嘴鼓，唔讲，还想先健康，快问快答，给他们给就是不可以想很久，好，对，然后要立刻回答，然后这个题目就是问龙沙，所以就是讲好。有一些紧张，贝尔T，请问一下，觉得对方像什么动物？为什么？你先。我先啊，对方吗？他真的像河狸耶，他就是因为河狸就是喜欢组自己的家嘛，他真的是会自己在家里就是做自己的事情，然后不理外面的人，很棒啊，就是需要自己的时间，开心哎。那你觉得他呢？他好像比较户外一点，可能像那个大雁，就是一个鸟，就是会飞在最前面，然后带领大家，然后可以飞很远。它可以就是去很多地方这样，然后但是我就是不会想要出门。哇，讲到非常好哎，大雁。虽然我不太知道河狸长怎样，但是可以感觉到你刚才的描述这样子，好棒哦！好，听一听。如果2位即将前往荒岛，走得选择一种动物陪你，一种动物陪你，会是什么动物呢？还有哪个动物呢？为什么？我应该是海豚吧，想要跟它玩。可它会在水里互动，对，不会让它在陆地上。你想跟它玩？对，我蛮喜欢海豚的。哦，为什么？你就觉得它很可爱，很可爱，动等一下。对，而且它也很喜欢做一些互动，是，他们会自己玩。所以你喜欢可以跟你互动的动物？对。哦，那蛇？蛇可能比较，他应该不会跟你互动吧？蛇比较怕。对，好，我的问题真的很糟糕。好，来你呢？我应该是选猫。为什么？因为就觉得猫可以很疗愈啊，然后又可以陪伴。那如果猫是可以陪伴吗？它不是都也是很独立的一概念，几嘎走几嘎的事情。它们还是会需要人类的。OK， 不要那么任性，以为一个人在家不需要我们，独立自主是不是？还是需要我们的，对吧？没错。哎，好，是不是我们的问题很简单？再来题上题，最近常常被毛小孩的家长问的问题是：家家问毛小孩的各种问感问题嘿，保姆是女生吗？都可以。不是，他们会问说保姆是女生吗？因为哦，保姆是女生吗？我们家动物比较喜欢女生。哦，他说我家的会泡男生，然后他说是女生吗 ？OK，常常被问到这个，蛮常被问到的。
哦，哎，那你们有认识朋友是就是宠物保姆没错吧？对不对？一定蛮多朋友的。有一些是有男生吗？好像都女生比较多，对， OK 女生居多。好哦，去看一下我们的花卷在做什么，他去哪里？花卷。逛街，你现在想要把这里当成你的家了是吧？黑猫，好，好可爱。嘴不一听，最近因为毛小孩落泪是什么时候？为什么？也可以没落泪啊。一个是因为姐年纪大了，然后它的主人就跟我们说，我们照顾它的时候要有心理准备。然后我们觉得怎么会这么快吗？就是他的妈妈会说，你们就是要陪他一起到老，但就是其他的动物也有可能，你们照顾其他动物也有可能一起会变老，就是你们照顾之余，然后又很爱他们，你自己的心理也要做好准备跟调整，这样子。我觉得这真的是真的，因为我有访问过那个就是蛮多跟动物相关的，不是宠物保姆，比如说他会讨论到很多，比如说包括猫狗的收容的问题呀，或者是领养代替购买这样子的一个讨论题目。或者是然后讲流浪狗改都有讨论的问题，其实这中间或是狗狗训练，这中间都会提到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都很爱它们，那它们也很爱你们，可是有一天它很有可能会比你先离开，然后在心理上会有一个很大的压力，所以这时候台尬是被投入那问题说，那到底要不要领养狗狗跟猫咪这样？可是后来那个来宾回答我一句话，其实有影响到我，他说。他离开你，你可能会觉得很伤心，或是要承担这样的一个狗仓过程。然后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你承担的那个过程，可是你却给了他一辈子。是。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我就被说服了。他的意思说你很难过，对不对？我说对。他说你是不是不想再承担？我说对。你是不是不想再经历这件事情？我说对。他说可是你因为不愿意经历那些，因为你会难过，可是你就少了一只可以陪伴一只流浪狗一辈子的机会。我觉得是吧？过程那些回忆是很好的，幸福的。是，好哦，突然变得非常感性时间，我们赶快来讲一下，就是如果有没有遇到你们去人家家里照顾，然后他是比较会想要攻击的，然后怎么办？攻击好像或是不好的经验，攻击应该是还好，就是有些猫咪或者是狗狗，它们有时候可能会太想要玩了，然后会不小心抓伤我们这样子，回到家都流血这样子。那有没有是那种比如说印象深刻还要配合演戏的那种案例？有，就是有一个这好好笑，有一个妈妈，她养了5只猫咪，那其中一只它非常的胆小，它会躲在床底下。是，那时候要去之前，妈妈跟我们说，如果看到它出来，要假装没有看到它。我没有看见它。对，就是它一出来，我们就真的我们没有看见它，我们就是摸别的猫，摸别的猫，摸别的猫。那过程中，它就会自己默默的走过来给我们摸这样子，但是还是不能叫它。这很奇怪，这个就是它会走过去给你摸，然后你摸它的头，然后你还要假装你摸它的时候还假装不知道它，也不可以叫它名字，总不能可以改名啊。对，要假装就是谁要摸，然后别的猫会过来，然后它就会混在其中，然后这样摸，这样大家就会混在里面，然后好了，奶多一点，奶多一点这样子。对。好，因为每个职业有一些职业还是会有淡季跟旺季嘛，比如讲buffalo公司有吗？周年庆就是旺季，然后狗年前那个染发就是发廊也会是旺季，因为妈妈都要去整理。宠物美容也是。对，过年前还有洗车场。对，你们应该也是吧？会不会？我们就是过年或是年假的时候会比较忙。我以为过年是终于可以好好放假，在家里陪毛小孩。大家都要出门返乡啊。不能带着返乡吗？猫咪没有办法返乡，猫咪没有办法返乡对，所以你要追猫喊改时间是系过年。对。所以比如讲年上是处是处二处上处四，大家都该聊的时间，你都是在加班。对，都在外面跑。对。有什么样的感触吗？就是这样子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这一开始会不太习惯，但之后就觉得这样蛮好的耶，蛮好的。外面没什么人，路上没有人，很交通也很流畅。对，然后
别人去上班的时候，我就可以就是出去玩，就比较少人。哦 ，OK，好哦。所以，我想要怎么样可以知道你们的资讯？用您定义都改资讯。如果系讲爱都想来青衣，比如乡亲朋友想来青衣都要走宠物保姆淡水区。我们主要是在脸书粉丝页，就是找那个保姆。哦，那个保姆，对，该叫保姆。OK。然后我们 IG 也会放这样子。好哦，所以所有嘅乡亲朋友系讲，有可能你根本也是个节目，系讲你，系讲你知道讲哦，原来。有安样嘅服务，也知道非常嘅好。啊，你在大台北地区啦，吼，比如主要係淡水改片，係講有安樣嘅細 Q 嘅時間是走在親記到嘅臉書，對不對？那個保姆，好，所以有什麼樣的問題，也可以在上面做諮詢跟溝通。對對，就是如果有養動物上的問題，也可以問，然後做啲問啊，太棒了！哇，非常感謝梁莎來到呢一片，哦，喜莎來到呢一片，讓大家來分享安樣嘅經驗，也謝謝我們的這個田姐跟我們的花卷是麼嘢？好，聽年下來咧，你說繞牆呢個鄉親朋友向下來做認同了。繞牆大家來到福喜來呢個民宿勤集，還有天日客家電視 YouTube 頻道，還有落兩個影片勤集分享出去俾大家哦。